好，各位好，小弟預道，波斯灣而家戰雲密布，美國嘅核動力航空母艦阿伯拉罕林肯號同埋大約10艘具備海上打擊能力嘅美軍導彈驅逐艦呢，都已經抵達咗波斯灣啦。對伊朗進行圍堵，其實已經好多日，但係伊朗對美國嘅恐嚇一直好強硬對待。本星期，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部隊將會喺霍爾木茲海峽進行呢個實彈嘅演習。咁當然啦，就係俾翻啲顏色俾美軍睇。咁預料除咗伊朗會派出佢嘅部隊之外或者都仲會有其他嘅國家都可能會參與㗎，例如俄羅斯。不過呢個只係一個傳聞啫，我哋都唔知到期時會點樣嚇，咁所以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啦。咁雙方就劍拔弩張，大戰一觸即發。特朗普更加係揚言更加多嘅部隊會係喺日內會抵達埋波斯灣，咁就脅迫伊朗接受佢開出嚟嘅談判條件。條件有啲乜呢？包括要終止核計劃，仲要交出所有濃縮鈾，哇！擺到明係趁火打劫啊！而且更加係限制研發彈道導彈嘅相關技術。嗱，好老實講，如我哋大家不妨想像下，如果伊朗接受咗呢啲咁樣嘅談判條件嘅話將會點樣呢？佢哋一定就會係自己解除武裝，打開大門迎接以色列嘅侵略。咁所以大家諗諗，如果大家係伊朗當局，會唔會接受呢？小弟就一定唔會接受啦。要打咪打咯嚇。咁當然啦，大部分人都好希望見到伊朗同埋美國係可以重返談判桌。不嬲我哋都希望世界係和平嘅，唔好有戰爭。但係重點係和平可唔可以經過談判攞到呢？嗱，首先第一樣嘢，我哋要睇睇特朗普到底或者係美國佢哋講嘢到底可唔可信呢？嗱，最近一個好好嘅例子，特朗普就係因為韓國嘅行動唔夠快，單方面就撕毀咗同韓國簽好嘅關稅條款。我哋都見到美國同埋其他國家傾好晒嘅關稅條款，往往喺美國佢有新要求嘅時候就俾佢哋單方面撕毀捨棄。可以睇到美國喺自己利益面前承諾完全冇任何價值，甚至簽好嘅文件都只不過係一張廢紙嚟嘅啫。嗱，咁我哋翻到美國同埋伊朗之間，當日美國亦都係單方面撕毀咗同伊朗正在進行嘅核談判，而且喺伊朗內亂嘅時候一時間就話要攻擊伊朗，援助伊朗人民。一時間又話伊朗冇繼續殘殺人民啦，所以我哋唔進攻啦。但係事後又馬上喺隔離調派呢個海軍過嚟圍堵伊朗喎。所以明眼人應該都可以睇到噶啦，美國全部都係藉口。從來我哋未見過美國係愛其他國家嘅人民噶，因為佢哋連自己嘅人民都唔愛，又點會愛其他人呢？甚至我哋亦都見到美國係點樣對伊斯蘭教徒噶，咁所以佢話要去保護伊朗嘅人民，到底佢講緊乜呢？肯定就係信口雌黃。嗱，咁而家又話要重啟談判，佢哋一個毫無信用嘅國家同埋領導人，而家佢哋所講嘅嘢就令小弟不禁響處諗，其實美國只係想拖延時間啫。拖延時間令到自己準備得更加充分，同埋就舒緩對方嘅戒備心。所以小弟咁喺呢度斷言啊，就算係返到談判桌上面，都唔可能達至和平噶。就算俾佢真係簽署咗條約，喺唯利是圖、胃口極大嘅美國前面，都只會係一張廢紙嘅啫。伊朗會唔會上當呢？當然唔會啦，連小弟都睇到，點會伊朗領導人睇唔到啊？咁所以小弟肯定而家得雙方都只係擺出門面，但係同時雙方都預咗，亦都係積極備緊戰噶啦。嗱，咁其實如果要真正達至和平，我哋知道唔可能靠談判同埋靠條約噶，而係靠實力。國際關係中嘅和平，永遠唔係單方面等人施捨，而係雙方都有實力底下而達至嘅微妙平衡。
只要睇到我哋中國同美國嘅關係就知道㗎啦。特朗普大帝一直都想喺波斯灣扶持以色列成為地方霸主，將當地嘅石油資源全部一手攬。而且我哋見到呢個呢，係同過往美國幾十年喺西亞搞事個目的同埋個手法係完全一樣㗎。咁呢件事亦都係過去幾十年係從來未停過。我哋都好清楚睇到個結果係點啦，就係西亞俾搞到咧亂成一團，仲要咧係俾人揼到爛晒㗎。咁其實美國同以色列會唔會終有一日咧會如佢哋所願可以立晒西亞呢？其實小弟覺得冇可能，因為任何一個民族咧都唔會因為武力咧而長期屈服於其他民族之下㗎。就算俾佢哋一時得逞，阿拉伯人同埋回教徒都唔會放棄佢哋嘅抗爭。所以咧，如果呢一個咁嘅做法繼續落去嘅話咧，西亞一定戰亂不斷，和平係遙遙無期。頭先亦都講過，真正嘅和平一定係從實力而嚟嘅。美國一直喺全球蝦蝦霸霸，今時今日其實削弱美軍嘅實力或者咧削弱美軍嘅聲譽咧，其實係達至和平嘅唯一途徑，冇其他方法㗎啦。咁小弟咧一路睇住呢個事件咧，覺得一件事好奇怪，就係伊朗而家好似等緊美國開第一槍。咁其實咧我哋中國嘅歷史源遠流長，我哋由春秋五霸宋襄公嘅經歷咧，已經知道進攻時間咧係唔可以掌握喺對方手上㗎。防守嘅一方應該趁對方未準備好就要出擊。正所謂兵者詭道也。咁其實咧，當年宋襄公嘅書咧，後人咧就已經咧係有個評價噶啦，就係話當其時佢應該趁對方渡河未濟，擊其中流，因為佢哋嗰陣時咧係隔住條河噶，人哋過河過到一半，其實你就應該打佢啦。咁但係咧，宋襄公當其時係非常之君子噶，佢係等人哋過晒河，行到過嚟啦，擺埋個陣啦，先至開始同人打，咁點會唔輸呢？咁其實咧，我哋亦都由呢度可以睇到啦，一定咧要將個主動權係攞翻喺自己手上，呢一個咧係必須嘅。咁小弟覺得咧，而家伊朗咧，除咗係繼續咧炸家伊同美國咧傾下之外，扮要傾之外咧，其實咧亦都咧佢哋應該借住本星期嘅實彈軍事演習呢個咁好嘅時機咧，利用佢哋嘅導彈咧去威嚇翻美國。點樣做咧？小弟覺得咧，佢哋應該咧係要發出説話，揚言要美國咧一定要撤後佢哋嘅戰艦咁甚至咧要俾埋個最後通牒俾佢2日或者3日。如果你唔撤嘅話咧，到期時咧槍炮無眼，導彈亂飛，打中你，真係唔好意思啦。咁其實咧，伊朗係應該借住呢個時機，用呢個方法去賭一賭美國會唔會怯特朗普會唔會再次 tackle 咧？會唔會繼續再一次咧係膽怯咧而縮沙咧？唔敢以瓷器去撞缸瓦。如果美國真係應聲後撤佢嘅船艦嘅話咧，對美軍喺全球霸權嘅聲譽同埋佢自己嘅士氣都一定會有極大嘅影響㗎。就睇下伊朗捉唔捉得住今次嘅時機。咁小弟咧睇緊未來1-2星期咧，應該會有一個決定性嘅轉折。呢個轉折咧對世界局勢將會有極大嘅影響。咁所以大家咧記緊跟住呢個事件，拭目以待，睇下事情嘅發展咧會係點樣。咁我哋希望咧伊朗真係可以俾美國一個教訓，我哋可以喺壓抑美國嘅氣焰，為真正人類嘅和平咧行出重要嘅一步。好，咁小弟今次分享到呢度為止。咁好多謝大家睇完呢條片，咁希望大家會點讚同埋將呢條片分享出去，亦都咧大家如果有咩諗法，歡迎大家留言噶。咁小弟咧係會睇大家嘅留言噶。我哋下一個話題再傾過。